宜兰总位在总东破后是宜兰河的水尾，水又刷白了无遐尔紧，定定有海水倒过问题，这都互民众真困扰。讲因为水灾都无法度做实，压力大呢嘛受到影响。即马政府就规划要15亿来改善排水门，嘛要伫咧当地起抽水站，保证6冬内会起好势，就是要彻底解决当地饮水的问题。 宜兰总会总东排水，拄着风太大雨，都会因为宜兰河水位上悬，也是海水倒悬，造成排水系统塌掉，引起严重的饮水问题，互在地居民真艰苦。东港拢种50公顷，超了占地超30-40公顷，拢无咧种做。所以啊，这个水若无解决，总东第一大排这个范围内啊，大家做风台拢爱饮水。 除了总东排水、部外排水也有同款的问题。根据宜兰县政府统计，过去洪灾，这两个所在上侪大约有2800公顷的土地浸伫水内，深度上深会当达到1.5公尺。除了影响农田耕作，客家也受饮水之苦。适度的采用备用的电源，包括我们的风力啊、光能啊、储能的设施。所以说这个完成以后是属于一个比较新颖的水、新式的水。 是闸门如果关闭的话，它其实内水的部分其实是没有办法排除的，所以为什么我们的侧面上面会用抽水站的方式来做处理？因为两条排水系统有3座排水门，拢已经旧啊，只会当人工操作，无法度及时开关，水卫生也无好，水利署会开2.46亿办理改善，官府也会针对水患问题提出改善计划，要伫当地做水道整建，佮设立抽水站。 不管是系统性治水也好，啊，是讲咱将来水流域的计划也好，拢未来拢6年的计划，医生拢即马拢伫甲行政院争取当中。县政府提出的改善计划总经费大约12.41亿，用地范围伫去年9月已经得到经济部核定，行政院答应6年内协助完成相关建设，要彻底解决当地水患的问题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